我是今天的第2个暖场派。大家好，我是陈磊。我踢掉后。啊，这样有没有海边的孩子的感觉啊？我是变陈磊了。还陈磊去海边的。不要破坏刚刚好不容易培养的气氛。欢迎大家来到海边的孩子，谢谢你们给原住民青年一次机会，谢谢。我爸爸说要做善事，然后所以才要办这样的表演。你们的钱，谢谢你们了。你们已经来了，被骗到了，就这样。好，那我继续唱，然后接下来唱这首歌，也是我很喜欢的作品，《父亲的话》。